今仔载3月7日妇女节，中华亚太水彩艺术协会要展览43位艺术家的作品，拢是以女性为主题。自强的母亲带着微笑，面的条纹是用水彩笔上色刻画，温柔婉约的表情更加立体，也是运用色彩线条和太太纤细的形象，耀然于画布之上。这画作的主角拢是女性。中华亚太水彩艺术协会举办头一摆以女性为主题水彩展览，菊水画屏亭，包括已经过身的李坤培大师的画作，总共展出40几位水彩画家的作品。 画作的题材为囡仔天真、青春少女到年老的阿嬷，每一个阶段的女性散发无同款的水，透过画笔，希望将女性阴柔美好的特质传予来欣赏画作的民众。这次参展的作品有90几件，有46位画家参与，其中事实上只有16位女性画家，那大部分的画家都是男性。那我们男性画家 在描写女性方面，还是以尊敬的态度来描写，以爱为出发点来进行创作。展览一直到3月12日，在国父纪念馆，都拄到3月7日妇女节，就由这个画作要歌颂女性的水。